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无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咱尽量去做一件代志，敢会成功，就是看天公伯来安排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无，读无学无第五条。有一寡腔口读做苗，这个无就是心内想的代志，嘛有拍算挂路的意思。咱讲是假无，啊若是假无代志，就是无事；假无趁钱得利的代志，就是无利。啊若是暗算要害人的代志，咱讲是无害；为了钱来无害人的性命，咱讲是无财害命。另外，咱台湾有一个头人，就是台积电创办人叫张忠谋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阴谋，代表讲心内有企图，想要暗中来计划无正当的计谋，卖当讲是暗行。第二个词读做无财害命，代表是无人的钱财害人的性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夜头三笑有神明，新闻常常报道做恶做毒、甲人无财害命的人，就算讲阴谋，搁较周至，鸭卵较肉冒芳，上尾也是闪袂过法律的制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无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